本文獲作家馮睎乾先生授權，轉載自馮睎乾13維度 Patreon， 標題係誰害怕李盈芝。7.21周年嗰日，本業係牙醫嘅李盈芝女士喺港鐵元朗站拎住一個小西瓜同埋一張西瓜佬照片，向記者表示想揾翻個西瓜佬。7年前不見人嘅警員，呢一日卻報復性咁盡忠職守，彷彿將手無寸鐵嘅李盈芝當成恐怖分子，截停搜查近1小時先至放行。結果只係從佢背包中翻出一個印有手乜撚嘢嘅文件夾，完美示範何謂攞假嚟丟。並冇犯法，當然唔能夠繩之於法。但事隔2日，李盈芝任職嘅 NGO 竟要求佢自願離職。有職員坦言，若不作此決定，將影響整個機構同政府嘅合作關係。李盈芝表明拒絕離職，該機構便以工作表現不理想為由，即時解僱，更唔准佢返回工作崗位收拾個人物品，只能由同事代為取回。李盈芝質疑所謂工作表現欠佳只係藉口，因為自己任職以來從未收到病人投訴。李盈芝本人並冇披露任職機構嘅名字，而該機構到底係受到政府抑或黑社會壓迫，大眾亦無從稽考。不過呢一種陰陰濕濕洗橫手嘅勾當，我確信政府係蛇咬都唔認㗎，所以我哋不妨大膽假設，施壓者必然係見不得光嘅鼠輩，大概係黑社會或黑過黑社會嘅組織啦。然而呢一類組織點解要對付李盈芝呢？歸根究底，應該係跟李盈芝尋找嘅西瓜佬有關。所謂西瓜佬就係陳志祥，元朗小牛農莊莊主，以賣西瓜聞名。佢喺2019年7月21號白衣人襲擊事件中，被拍到手持藤條正面襲擊立場新聞記者何桂藍，之後又衝入港鐵車廂追打市民。何桂藍倒地前拍下佢嘅廬山真面目，成為7.21最具代表性嘅畫面之一。從此西瓜佬亦成為白衣暴徒嘅 icon。近年媒體提到陳志祥，往往寫成去向成謎，警方一直鍥而不捨調查。例如香港01 2021年3月嘅報導，花咗大量篇幅追查佢嘅妻子開設啲乜嘢新公司，兒子是否待交租，陳志祥 Facebook 轉發咗幾多打擊黑暴貼文。最後話警方冇回應陳志祥是否有被捕同被通緝，令人以為佢一直係神秘失蹤人物。究竟陳志祥有冇被捕呢？其實只要翻看2019年嘅新聞，就發現早有答案。成報於2019年7月24號已報導，14K 背景嘅陳志祥已經落網，見拘11人和姓和佔多，挺梁振英鄉黑勢力，白衣暴徒起底，江湖猛人鄧志學落網。蘋果日報翌日更詳細報導，陳志祥同其他白衣人被警方拘捕，其後獲准保釋候查。見元朗暴力事件竟再拘1人。換言之，西瓜佬並非失蹤人口，而係警方早已逮捕過嘅人。真正令人不解嘅並非陳志祥去向是否被捕，而係佢明明罪證確鑿，但7年過去，點解警方一直冇正式檢控，亦都冇通緝到天涯海角，而係若無其事任由佢去向成謎而逍遙法外呢？難怪社會一直質疑當中是否涉及警黑勾結。李盈芝拎住嘅雖然係西瓜，但喺作賊心虛者眼中，佢係哪壺不開提哪壺。尋找西瓜佬就係尋找真相，追問一個全港皆知嘅暴徒何以冇被檢控、冇被通緝嘅真相。誰害怕李盈芝？除咗陳志祥，我諗應該仲有某個見不得光嘅犯罪集團。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並唔反映大紀元立場。